台南市议员罗坤福上午透过议会保安委员会工作报告加质询时表示，台南市过去的T摆已经和目前的微笑单车 U 摆全面来取代，设置的地点嘛增加。过去T摆设一站费用要上100万，现在 U 摆一站包括建设甲维护营运要5000万，而且营收阁是归对方。询问交通局长是毋是会伤过沉重？进前个这50站呐，一单个要开5000万呐，起码400几站开5000万，当然啦，起码嘛开合嘛。第二个效益是，你那安尼是安那？为什么过去你用50站开5000万，起码400几站你嘛是开5000万？所以谢谢，我想第二个效益是。路网起来，就是你要多站，大家才愿意去骑。好啊，也谢谢议座的这个督导。所以过去我较早咧给您欢迎的时阵，你都无动作一回事啊。所以因为过去这个是要烧钱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对此，虽然交通局回应，因为建站的速度提升，到目前总共建设436站，预计年底会用完成500站。相对的，整个微笑单车的周转率嘛提升。虽然目前微笑单车提供市民卡半价的优惠，不过议员陈义鼎表示，希望65岁以上会用比较坐公车免费，提供长者来骑乘微笑单车。也在议会打算要提案，然后那同时间我也看到蔡玉辉也有提案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提了这个案就是说希望说65岁以上的长辈能够鼓励他们来使用，而且能够给他们一些补助，希望65岁以上的长辈继续骑乘这个 U-Bike 能够有前半小时的优惠，然后目前搭公车确实是免费的，是啊，对，那我想长辈可以比照啦。是我们搭公车那笔是过去一直以来，那因为这个 T-Bike 目前的真的是这个 U-Bike 的优惠是延续原来 T-Bike， 原来 T-Bike 就是市民卡就是半价优惠，这个部分我们再来演绎。除了市民卡加长者的优惠，另外议员嘛提高雄的社会福利点数的扣点方式，希望台南嘛用借此来扩大使用的范围。对此，交通局回应，社会福利的部分是属社会局，未来会甲社会局来进一步讨论。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。